台东县政府伫昨暗公告讲，伫海上风台警报期间台东县的山区甲海边禁止进入。也毋过，即届只有伫重点的海岸风景区有封锁线，所以海边嘛是有民众去看海影。海巡队表示讲，因为考虑到封锁线无人会顾，惊讲民众会跋倒着伤，所以会加强巡逻来劝导民众离开，来取代封锁线。马湾风台的外围环流，伫东海岸已经引起6至8公尺的大影。台东市海边不三时有民众来看影，也有民众落去海捕，海影已经升到海边，也搁咧翕相。这个很危险的。只是说有时候游客他们都不会看浪，他们都天气现在这么好，都会跑下去沙滩。这是台东市滨海公园，明明已经有发布海上风台警报，民众要是唔惊危险，挖进海边。较早风台期间，海巡队会伫海边有封锁线，唔互民众挖进。不过过去也发生过民众去封锁线加倒去受伤，即马改做伫个游客较接出入的所在有封锁线，并且派人来看守，其他的海岸就用巡逻来驱离。入夜之后，因为天色比较昏暗。那如果民众骑乘机车或是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，有可能会因为没有看到封锁线而产生一些勾到或拉到的危险。你天亮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再把封锁线给拉设起来，并且搭配线上的巡逻组，在这个重点区域实施观浪劝离。不二个有民众认为讲，就是因为无封锁线，才有人才好胆入去海沙捕。不过海巡队表示讲，无管是毋是有封锁线，政府已经是透过各种管道，照灾害防救法，公告台东县山区海域是禁止入去的所在，硬闯入去的民众会当罚5万以上25万以下的罚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